28号的好大雨造成台南市后壁区积淹水严重，市长黄伟体伫个接到消息，就前往来勘灾，并且马上宣布后壁区停止上班上课。同时，还佫撤离8位的年长者。今天早上一大早，从昨天半夜开始的强降雨，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20分以后开始出现积淹水。那我们赶快赶到这个淹水的比较多的重灾区，包括后壁的6个里，那都造成了一些淹水。那也及时宣布后壁这边停班停课，因为原先的中央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并没有告诉，就是说并没有显示出来这边会有强降雨，但是一旦发生，我们就要赶快去应变。现在碰到了这个下雨，我们已经撤离了8个年长者到这个收容中心，然后这个也供应一些物资，也希望说这个雨赶快停，赶快让这个生活秩序恢复正常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，大概今天入夜之后，沿海地区会出现强降雨，因此呢，我们赶快来应变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，希望能让居民能够安然度过这次的这个大雨。市府依照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来宣布，同时嘛将灾害应变中心提升到2级的开设。市长同时还佫前往后壁区收容安置中心来慰问受灾撤离的居民。你规身躯淡笔咯？不敢问你啦，不叫我就这老人啦。你做安在做，咱这边住家黄山龟里啦。头那拢破。这个水头。迄个汤迄个后家迄个煲的汤叫热，阮昨天去甲人用身躯底下有迄个玻璃包用身躯去合着讲，你想要要合无对啊？没有，看哦。身躯是干嘛掉？你有亲股票订伫遐无？有啦，基金有，阮了。差不多这礼拜就领着啊，这2天就领着。市长提醒民众为因应低淹时的强降雨，除了呼吁随时要注意气象资讯，提高警觉，同时嘛启动全市66座的抽水站，甲伫500瓦台移动式抽水机，其中包括后壁青寮站在内28座的抽水站启动抽水。水利局同时还佫准备23万袋沙包，甲伫3600片的防水挡板，分散到各区公所甲伫社区来运用。防止灾情的扩大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